如果你要提交水上活動團體訓練課程嘅抽籤申請，撳搜尋活動，撳活動列表，撳水上活動團體訓練課程，撳任何課程類別，揀課程類別，撳任何年齡，揀年齡，撳任何水上活動中心，揀水上活動中心。如果課程有資歷要求，撳需符合的資歷要求右邊個掣，撳搜尋掣，睇到所有符合條件嘅水上活動團體訓練課程，揀一項訓練課程，可以睇到課程詳情，撳申請，揀一個場地，揀日期，輸入參加人數，輸入聯絡電話，撳我會參加此團體訓練課程右邊個掣，撳你需要加入夥伴嗎右邊個掣，從朋友列表中加入夥伴，撳確認，都可以撳右邊個掣刪除嗰位夥伴。閱讀並同意聲明，撳確認，以確認你遞交嘅資料。